Hello，大家好，我係 Chris。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活化資產裏邊嘅我哋叫做物業套現，即係點樣咧將我哋嘅物業可以攞到一筆嘅資金出嚟。因為層樓咧可能係大部分人啦畢生大部分嘅儲蓄嚟噶嘛，大多數嘅資產我都擺咗喺層樓上邊。咁但係咧而家咧我需要用到錢啦，咁我層樓點樣幫到我咧？咁其實有3樣嘢咧係可以將呢個物業咧能夠做套現嘅。第一樣嘢就係賣樓啦。第二樣嘢就係加按，第三樣嘢咧就係安按揭。呢條片咧我就會逐一講下各自嘅好處啦、壞處啦，咁同埋適合邊啲人士去做嘅。好啦，第一樣嘢講下賣樓先啦。咁賣樓啊，顧名思義好簡單啦，咁就係出售你個物業，賣一層樓佢。咁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套現到最大筆嘅資金嘅，即係譬如你層樓係值500萬，咁你咪賣咗佢500萬咯。我話值1000萬，咁啊賣1000萬咯。咁佢可以套現到嗰筆資金咧，就係最大噶啦，因為你成層樓嘅價值咧，你都完全係攞晒嚟變成你嘅資金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唔會產生一個負債嘅。咁除非你話其實我賣樓嘅時候啦，嗱可能我當年我買樓嘅時候，我嗰個按揭貸款咧係800萬，而家呢層樓咧唔好彩啊跌到得翻咧700萬喎，咁樣咁變咗咧原來我嗰個貸款咧仲多過賣樓個錢啊。咁其實裏邊都仲有個負債嘅。咁但係呢個負債咧唔係你賣樓產生噶嘛，呢個負債係你借錢嗰一日你做貸款做按揭嘅時候產生噶嘛。咁所以呢個其實都唔係一個缺點嚟嘅，係啦。咁所以賣樓咧佢另外係唔會額外產生一個負債嘅情況俾你嘅。咁呢個都係佢嘅一個叫好處啦。佢嘅壞處咧就係你會失去咗呢個物業啦，買一層樓就冇一層樓啦。咁你要考慮你住嘅問題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啲稅務上啊、經紀嘅佣金啊、律師費等等嘅支出嘅，即係一啲支出啊、費用上面嘅嘢。咁呢個亦都係佢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壞處啦。佢嘅費用係比較多咁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講下個加按啦。咁加按其實就係將你原有咧喺銀行裏邊做緊抵押嘅一個物業，再安排一次貸款嘅，透過加按去將你個物業咧再次抵押套現啦，借取一筆資金嘅。咁呢個咧，我亦都有之前咧拍過條影片咧，同大家講過噶啦，轉頭都 cap 翻俾大家啦，邊條影片啊咁樣。咁加按嘅好處咧，就係你唔需要賣樓，仍然都可以套現到一筆資金啦，俾你自己應急去用嘅，或者有啲人會攞嚟投資嘅。咁投資呢樣嘢咧係非常之要小心啦，加倍小心啊！如果你做投資嘅話，咁而第二個好處啦，就係你所需嘅金額啦，或者還款年期啦，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啦，去同銀行去做溝通嘅。譬如你層樓佢可以批到你咧100萬嘅貸款額。但係你話我唔使借咁多喎，我借50萬就夠啦。又或者個還款年期佢批你可以還到8年嘅，即係你8年攤開慢慢還啦。咁你又唔想喎你想快啲還咗佢唔好煩啦。咁可能你揀3年或者5年還晒佢就算啦。呢啲咧可以同銀行咧去傾翻嘅。咁呢個亦都係佢嘅靈活性啦。咁而加按最大嘅壞處咧，當然就係你要俾利息啦。你借一筆錢翻嚟又要俾利息啦。因為咧，你個金額咧相信亦都唔會話好細啦，可能係幾廿萬啊，或者100萬以上咁樣啦。咁你又要再俾利息咧，其實咧都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支出嚟嘅，即係個利息嗰方面嘅支出嚟講。咁第二咧就係會影響你嘅現金流啦，因為你每個月都要俾錢啊嘛，個個月都要攞嚿錢出嚟啊嘛，一路還錢一路還息咁啊嘛，所以亦都會影響到你嘅現金流嘅。咁而第三啦就係你可以套現嘅金額咧，係比按揭啦同埋賣樓咧應該係少嘅。比賣樓少係正常啦，層樓值800萬，你冇理由加按做到800萬噶嘛，你可能咪做100萬、200萬咁樣，或者幾十萬。咁但係按揭就要睇好幾樣嘢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啦，都會比起做按揭少嘅，即係你做加按可以套到嗰筆錢，通常嚟講都比按揭少啲嘅。好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下個按揭啦，即係逆按揭啦。咁呢個咧，我之前亦都係有拍過條片嘅，呢間都 cap 翻俾大家睇下邊條片啦。咁其實咧，按揭同加按嗰啲一樣啦，其實都係屬於貸款嘅一種嘅。不過佢嘅好處咧，就係你套現啦，你借取咗呢筆資金之後啦，一般嘅情況下你係唔需要還款嘅。第二咧就係借款人，即係呢個物業嘅持有人啦，你自己可以繼續住呢層物業啦，直到你百年歸老嘅。咁呢兩樣都係佢嘅好處啦。而佢嘅壞處咧就係你咧必須要好妥當咁樣去保持住你個物業嘅狀況，避免咧你呢個計劃咧有機會俾人強制咁樣終止啊。第二樣嘢就係呢個計劃啦，如果終止嘅時候，無論係強制性終止又好，無論係因為你百年歸老啦，你過身啦，所以呢個計劃終止咗都好啦。如果你選擇唔還款啦，或者你嘅可能你嘅遺產承繼人，可能你嘅仔女佢哋選擇唔會還呢筆錢嘅，
咁呢個物業啦，呢層樓呢個擁有權咧就會係俾咗 HAMC 噶啦。嗱，咁頭先講到啦，嗱，加按同埋安樂按揭啦，之前我都拍過條片咧，咁就同大家講過裏邊嘅一啲內容噶啦。咁我亦都唔喺呢度咧再重新再講多次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咧撳翻呢兩條片睇下啦。我亦都會將呢兩條片咧擺喺呢條片嘅片尾裏邊嘅，咁大家都可以方便撳翻個連結，可以睇翻呢兩條片嘅。咁我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比較啦。咁賣樓加按同安樂按揭各自嘅唔同情況嘅一個比較啦。咁喺個居住權嚟講啦，如果你賣樓，咁層樓一定係俾咗個買家噶啦，你冇理由你賣完層樓，你層樓仲可以住噶嘛，咁啊層樓啊俾咗人噶啦。如果加按嚟講咧，個居住權都仲係你自己嘅，安樂按揭嚟講，亦都係繼續自己住。風險嚟講咧，賣樓嘅風險咧其實比較低啲嘅，因為你買一層樓啦嘛，咁啊冇其他後續嘅嘢你要煩啦，咁所以個風險咧比較低啲嘅。咁第二樣就係個加按啦，咁加按個風險就相對比較高啦。頭先都講過啦，就係因為你要孭住個利息啦，亦都係強制性地需要去還款啦，咁個風險相對比較高啲啦。安樂按揭風險咧當然係會比較低啦。咁因為安樂按揭呢樣嘢其實都係政府為咗俾一啲老友記咁可以咧安享晚年，層樓繼續住，但係又套到筆錢嚟用嘅一個方式嚟嘅。咁所以個風險咧相對比較低啦。費用方面嚟講啦，頭先都有講過，就係賣樓嘅話個費用咧比較多嘅，因為有一啲律師費啊，有一啲經紀嘅佣金啊，有一啲嘅稅務啊咁要交啦，咁所以咧費用相對比較高嘅。加按嘅費用咧就比較低啦，基本上冇乜費用嘅。而安樂按揭咧，其實佢都有少少嘅費用啦，佢都有啲咧律師嘅可能聽證費啦，確保你係明白呢個安樂按揭係做緊啲乜嘢咁樣嘅，嗰啲錢咧需要自己俾嘅。咁但係相比起賣樓嚟講咧，咁呢筆係一筆好少嘅錢嚟嘅啫。費用嚟講啦，我擺佢喺中等嘅位置啦。一個債務負擔嗰方面啦，賣樓啊冇債務負擔啦，層樓你成層樓賣咗啦嘛，咁啊冇債務負擔啦。加按嚟講咧，個債務負擔咧相對比較高啦，因為你要孭住個利息啦。安樂按揭咁就好睇咧，你去到呢個嘅計劃終止嘅時候，你選唔選擇還款啦？咁如果你選擇還款嘅話咧，咁嗰個嘅債務咧可能係中至到高啦。咁否則咧，如果你揀唔還款咧，咁其實你係冇債務負擔嘅，你可以唔還噶嘛，安樂按揭。咁唔還你就自然冇債務嘅負擔啦。下一點啦，就係套現個資金嚟講啦，賣樓可以套現呢個資金咧，咁啊最多噶啦，一定係。而加按可以套現到嘅資金咧，相對比較低啲啦。安樂按揭可以套現到嘅資金咧，就中等啦。視乎你嘅年紀啦，年紀越大，咁你可以套現嘅資金咧，其實會越多嘅。喺安樂按揭嗰個計算嘅公式裏邊，其實佢有嘅。申請人嘅數量咧，亦都會影響到套現到翻嚟嗰筆資金個金額嘅。下一樣嘢就係你所需嘅時間啦。賣樓嘅所需時間當然係比較長啲啦，因為你賣樓你又要揾經紀去睇樓啊，跟住去幫你影相啊、拍片啊，跟住又放上網度去揾啲準買家，咁準買家又要上嚟睇你層樓啊，跟住又要同你講價，跟住可能佢自己都要做按揭啊咁樣，咁所以咧個時間係比較長啲嘅。而加按嚟講啦，所需嘅時間就比較短啲啦，1個月內咧其實都搞得掂噶啦，或者有時1-2個禮拜咧已經搞掂咗個加按噶啦。安樂按揭嚟講啦，所需嘅時間相對都比較短嘅。如果你嘅文件咧係齊全嘅情況底下，咁其實所需嘅時間咧大概都係1至2個月左右啦，順順利利咁就搞掂噶啦。咁最後一個點啦，亦都係我認為最重要嘅一個點嘅，就係適合啲咩人啦。因為上面咧講咁多好處、壞處、特徵咧，就未必啱你噶嘛。呢個嘅好處未必係真係適合你噶嘛。即係譬如好似賣樓佢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套現到最多嘅錢喎。咁但係你冇樓住喎咁樣，咁點算咧？咁啊唔適合你咯。咁所以啦，適合邊啲人咧？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最緊要嘅。咁而賣樓嚟講啦，啱啲咩人咧？就啱啲你自己本身諗住我都諗住移民噶啦。或者咧，我手頭上都有幾層樓嘅，咁我賣咗1層佢，賣咗2層佢，我仲有地方住嘅，係唔緊要嘅，咁你咪可以選擇賣樓呢個動作咯。而加按啦，加按咧就係其實你係需要咧短時間裏邊獲取到一筆資金，而且咧你係仍然都有收入嘅人士啦，你先至好揀加按啦。因為咧你仲要還錢噶嘛，我當你今日加按，下個月借到100萬翻嚟，咁但係咧你攞嚟用啦，用完之後咧你要還錢噶嘛，你每個月都要還錢噶嘛。呢5年你 total 要還嘅錢啦，總共要還嘅錢係110萬或者120萬嘅喎，其實你要再揞多咗錢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對於一啲已經退咗休啦或者冇收入嘅人嚟講咧，其實係好高嘅一個風險嚟嘅。咁如果你仍然都有收入嘅話，你可以選擇做加按呢個動作，幫你自己咧短時間之內獲取一筆資金嘅。
咁可能就係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咧入咗醫院喎，咁我需要攞幾廿萬、100萬出嚟咧醫佢，咁佢又咁啱佢又冇買保險啦，冇錢賠俾佢啦，要自己揞錢出嚟啦。咁加按你咪可以咁樣套有錢出嚟，幫屋企人咧處理咗一啲醫療嘅費用先咯。咁之後你 keep 住做嘢噶嘛，繼續做嘢咪繼續還嗰嚿錢咯，咁慢慢還翻啲錢佢咯，咁樣。咁呢個加按咧就可以幫你做到咁樣嘅一個好處或者效果啦。最後咧就係安老按揭啦。安老按揭顧名思義啦，就係俾一啲退咗休啦或者計劃去退休嘅人嘅，即係俾啲老友記退咗休啦，我住層樓繼續住啦，咁但係咧我亦都想咧套現到筆錢出嚟咧，等自己可以用得鬆動啲啦，可以食好啲，或者咧可以去多少少旅行啦，咁樣去玩多啲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透過安老按揭啦去幫到一啲老友記啦做呢一樣嘢嘅。好啦，咁最後咧亦都想同大家提埋啦，就係我無論係賣樓好啦，或者係做安老按揭都好啦，或者做加按都好啦，套咗筆資金出嚟，應該點樣去配置咧？如果你套現咗筆資金出嚟，好似頭先加按嗰個例子咁樣，你要幫屋企人咧係醫病嘅咁樣，咁你筆錢係要攞嚟幫佢醫病啦，唔好再亂擺做其他嘢啦，或者咧有啲人係攞嚟結婚嘅咁樣，咁唔好攞你呢筆錢咧就係買咩股票啊，諗住咧升1倍各樣成啦，唔好玩埋啲咁危險嘅嘢啦。咁要用嗰樣嘢就攞去用嗰樣嘢。唔好咧，走去搞啲咩投資。咁但係如果你係買一層樓攞咗筆錢翻嚟，或者咧你做咗安老按揭攞咗筆錢翻嚟，咁你又想呢筆錢咧可以提供到一個現金流俾自己，或者係增值呢筆錢咧，咁你就要考慮咧點樣去到配置啦。咁配置嘅方式有好多啦，一啲偏防守性嘅理財策略，可能係一啲年金咁樣，咁你可以去諗啦。儲蓄計劃啦，長遠增值啦，可以去諗啦。定期亦都係其中一種嚟嘅，即係可以幫你保值嘅一個方法啦。保本嘅投資存款啊，或者一啲債券啊、存款證啊、結構性產品啊、基金啊、股票等等咧，其實都可以去考慮嘅。咁呢樣嘢咧就要視乎翻你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啦，你所需要嘅，你需要現金流啊，定你需要增值啊，你需要一啲長期啲嘅，定係短期啲嘅，或者長中期你都想配置好，應該點樣去到分配啊咁樣。咁呢樣嘢咧係要慢慢咧去細心咁樣去度一度計一計數，睇下點樣去做係最好嘅。好啦，咁今日呢條影片咧就嚟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困難疑問咧，歡迎大家同我哋聯絡嘅。咁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